好啦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挪威迄位铁人三项的选手艾登参加到职业铁人的比赛，伊又搁摕到冠军。伊即届嘛是得到中华保险顺德奖的帽仔，这嘛是第三届得到这顶幸运帽仔，摕到第三组铁人三项的冠军。这个消息传回到保险，乡亲是有够痛哦。讲希望明年的东京奥运，伊继续来戴这顶帽仔，摕下世界冠军。 挪威铁人三项选手艾登以3点钟5分6秒的成绩第一名通过终点。伊真欢喜，甲双手拢举悬。头壳顶戴的幸运帽仔是台湾中华保险顺德奖的金庙帽仔。艾登挂着冠军奖牌，这场比赛是2020年职业铁人三项组织冠军赛，伫美国佛罗里达戴托纳国际赛车场登场。伊到终点的时，对手阁慢伊要2分钟。艾登过比赛拢伫顺德奖的金庙帽仔咧走，看到画面，中华乡亲拢真欢喜。有够厉害，有这个非常在讲发展行为啊，感觉做公平着。顺德奖头前阁采艾登这几摆摕冠军的相片。伊2019年9月参加法国尼斯铁人三项世界锦标赛，就伫顺德奖的帽仔冲过终点。2020年9月参加德国拉廷根铁人三项，嘛伫顺德奖的帽仔摕冠军。即马摕到第3组冠军，又原伫顺德奖的帽仔。我头个都无人对我来了。乡下地方哈，其实我们现在很多的运动选手来在观光。昨天还有200-300个人过。三铁选手艾登大摆拢伫顺德奖的帽仔摕冠军，互世界看到中华保险。乡亲拢愿望艾登继续加油，明年东京奥运继续伫顺德奖的帽仔摕世界冠军。